你若是真正想要做，就应该转来新埔，甲蜜蜂对象。迄已经毋是我的战场啊！我是希望有一天，我会使免阁讲，你好，我是新埔的所长条显，我会使讲，你好，我是台湾。你就要选调，你讲啊安尼，其实唔听显，报啥幸福？你的妹啊，我就来帮他。直播会伫10分钟了后开始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，我决定把话讲个清楚。我是在讲啥啦？我总算是要毕业吧！你若有心意哦，那今日就当签约啊。有一间厝，甲有一间家己的厝，通我转去，是无共款。厝愈起愈一间，煞互人兼在落啊。安尼，你敢想要试看觅，做一个带路的人？